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有波牧师。今天11月7号，我们要分享的是新的呼召，认识你所信靠的上帝。我们要读尼希米记1章第5节。先来读今天的 RPG 金句。上主，天上的上帝啊，你是至大可畏的，你向爱你并且遵守你诫命的人信守你的约。牧师常常在传福音或者跟个人谈到的时候，我会常常问他一个问题：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办呢？通常他们都会回答，就祷告啊，或者是说我向上帝祷告。然而你所认识的这位你要祈求的对象，你认识多少？我们在问道理的时候，或者是说要受洗的弟兄姐妹，过去我们也曾经发过单独会主卡。这张卡片里面写着我们如何来透过读经来认识到我们这位上帝。那里面就会有关于上帝的部分，来带领我们思想我们所看的每一段经文。第一个问题我们要想说，这位上帝他是谁？他是怎样的上帝呢？而他做了什么事？面对艰巨的任务尼希米他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祈求上帝来帮助。然而他自己对这位上帝的认识是什么呢？而你认识上帝有多少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碰到问题了才向上帝祷告吗？而你的祷告通常都是祷告什么内容？只是向上帝求什么而已吗？求你的需要，求各方面，还是你会先感谢他、赞美他，或者是歌颂他，可能再来就是认罪悔改祈求这样。你的祷告是否只为了你自己或是你的至亲好友的事情而向上帝祈求？还是你会为了教会为牧师、为长子、为弟兄姐妹、为公众的事物来祷告祈求呢？尼希米祷告是因为他听见耶路撒冷的惨况，他的心中就充满了悲痛，因此他为着国家民族，为了故乡来祷告。这个困境并非靠他的能力就能够完成，任务太艰难了啦。但是他知道，如果要完成这样的一个艰难的任务那他知道他所依靠的上帝可以使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因为他知道历史过去上帝如何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来掌权来带领。所以在尼希米今天我们看只有1节他的祷告里面，他不只看到眼前的困境，他也看到环境这困境背后的主宰。在第5节说，耶和华天上的上帝，大而可畏的上帝，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看到尼希米从这一节里面看到他所认识的这位上帝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天上的上帝天上的上帝这个头衔是古代波斯人
对全能上帝的称呼。按古代近东的习俗，天上的上帝就好像宗主国或封建的领主的统治者，对他的藩属国而言，这位统治者犹如君临天下一般的尊贵。那所有的藩属国都是他的臣民，所以他公布的法令，在他的帝国内所有的臣民都必须遵守。臣民的忠诚可以得到他的保护。那波斯人就把这种概念应用在全能的上帝身上。所以尼希米祷告耶和华是天上的上帝，他知道这位神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神，他是创造天地和其中一切万物的神。虽然他们被掳后的犹大人已经没有国家，只是一群剩下逃脱的百姓但是在尼希米心中，他认识这位神是既有大能，而且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就一定有拯救犹大百姓的能力与权柄。第二个，他认识这位上帝是大而可畏的上帝在100多年前，这位大而可畏的神不是已经感动了所谓古列王或是塞鲁士王，他下了圣旨，然后让以色列这些百姓能够重回耶路撒冷来建造圣殿了吗？那尼希米知道，他所相信的这位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眼前他的任务虽然艰难，但是他想到过去的历史，这位上帝如何感动王的心，好像就是垄沟的水，他随意来让他向东流向西流，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所以他相信这位上帝能够激动亚达薛西王的心能够照他的应许来成就。尼希米不但认识到这位上帝的全能与大而可畏，他更认识到这位上帝是信实的，他必照他与百姓所立的约来实现。尽管以色列百姓犯罪，他依然怜悯，有丰盛的慈爱，遵守与人所立的约。通常都是人毁约他不会毁约。所以他透过耶利米这样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那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仆人大卫所立的约。所以在耶利米33章20节里面，我们就看到说，怎么可能改变这些日月星辰的运转？所以表示说，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如同白日黑夜的约那么稳固，不可能废弃所以尼希米因着对上帝的认识，心中笃定，虽然眼前的环境看起来是这么糟糕，毫无希望，可是透过他心灵的眼睛，透过信心穿越了乌云，看到乌云背后的太阳，这样的一个景象，尼希米注意到这位掌管整个环境的主宰，就好像圣经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如果你看着那个环境，知道上帝坐着为王的时候，那个信心就会来或者当人看到那些乌云，眼睛就被困境蒙蔽，以为上帝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弟兄姐妹，从尼希米的祷告，我们认识他所认识的上帝吗？正是他面临大困境的时候，他认识到这位神。而你有没有从你的各样经历，不管是顺境或是逆境当中，认识到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当你对他的属性越认识，你就会
更有信心来依靠他。我们来默想，从尼希米的祷告当中说出这位上帝是天上的大而可畏的守约施慈爱的上帝。那么你呢？你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你所认识的上帝又是怎样的上帝呢？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赞美你，即使是在面对困境的时刻，我仍要赞美你，因为你是掌管万有的上帝，你的全能遍及诸天，你是大而可畏的，你向爱你并遵守你诫命的人信守你的约哦。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所以我们相信再大的困难都难不倒你，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求你赐给我们超越这个困境的信心与勇气，把我们的眼目焦点聚焦在你的身上，而不是在这一些的困境上面。我们要宣告你的应许必定成就。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哦。